掌聲。首先特别想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奖项，然后特别想感谢我们的 Mercy 一直在支持我们。有一天，有一个粉丝说，世界上没有爱，如果世界上没有爱这个单词的话，你会怎么表达爱呢？我现在可以回答，把我的世界都给你，特别谢谢。 지금까지 데뷔몬스였습니다.我哋再次恭喜 Baby Monster 獲獎，我哋一定會繼續支持你哋嘅。